北内湖的碧湖国小有学生伫中昼顿食到注射的针，加在食到就水喷出来，无影响健康。啊，那学校甲教育局嘛证实讲，确实有这件代志，要甲业者罚16000块。盘顶有几项菜，这是今年6月14，台北市内湖3间国小的营养午餐，结果传出东港有校的高年级学生食咖喱炖猪肉，却食到金属做的注射针筒。先放到嘴巴的时候呢，然后就发现有异物，然后就拿出来，所以是小朋友当天是没有吃到，也没有受到伤害，也没有送医的情形。我们也有进行一些检讨的会议。供应午餐的碧湖国小，嘛有供餐予附近的明湖和康宁国小。事发当时是明湖国小学生食到针筒，加在检查了暂时无健康状况。校方嘛随时和家长说明，业者出面核实的，讲会叫供应商赔偿。生长过程中都需要打一些预防针啊，或者之类等等，针头断在里面。轻乳散热器如果没有察觉出来，到团膳公司这里其实真的很难察觉。要求他们需要更加谨慎。我们对于异物的挑拣，其实也会更加的留意。产业工会讲，这种情形真难得看到，未来要求各厂商好好注意检查。北市教育局讲，针筒和造假境的技师寸草无相像。怀疑是原物料出问题，已经通报卫生局等单位做调查。校嘛甲营养午餐业者记点8点，罚16000块。CAS 符合的厂商啊，所以在源头部分呢，还是发生了这种事情，所以我们也有请我们的卫生局相关的通报单位，把上游管理部分呢也向上反映。另外，教育部嘛讲，112学年度会加重午餐客约处罚，重大缺失记点。累计10大点处罚停餐上少1礼拜，罚款嘛会增加。违规累计小点加大点成立，达到50点，就会当终止合约。希望会当防止类似事件再发生，影响学生的食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